就冇落去咪得咯。好啊，唔使對上啊，係嘛？唔使對上，因為20個月要啊，係嘛？又要喺呢度嘥1個月啊嘛，係嘛？係咪先？都要。係咪交多1千行飛費俾佢咯？打嚟去拍10分鐘短片，20分鐘短片。3分鐘。星期一，2020年4月13號。星期一。为保安全，请不要在大堂或是月台上奔跑。For safety reasons, don't run in the concourse or on the platform.你記得成晚翻去。你誒嗰個咩定發展西㗎？你唔好用7層，好等到8月3號。我叫佢開多2個禮拜，開多2個禮拜藥嘅。我頂㗎。往烏溪沙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前往烏溪沙的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的乘客下車。The train to Wukaisha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所有來賓請緊正，老友記記住要緊握扶手啊！你同我講咩？請勿靠近幕門，請不要靠近木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 係
今晚你出去東港文化中心嗰度坐喺邊度啊？翻嚟住1個月唔係啲堂費又推高晒，不過自己煮飯啫。係啊，又唔係出去打快餐啊，買快餐啊。自己煮飯都係自己煮飯，自己煮下早餐，唔好日日出去食咯。我知啊，仲有5分鐘可以拍。我去拍先。為保安全，請勿在大堂或月台上奔跑。為保安全，請不要在大堂或是月台上奔跑。For safety reasons, don't run in the concourse or on the platform. 往烏溪沙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前往烏溪沙的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乘客下車。The train to Wukaisha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咩？
請勿靠近幕門，請不要靠近木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喂， platform. 夠鐘。喺翻得咯，喺翻得咯，第三翻啦，得啦嗎？得啦，而家得啦。係啊，行去嗰度前面嘅。呢度啊？我哋8月份翻去，已經8月尾落嚟，嗰7月尾落嚟算咧就唔想啦，係嘛？住一個月仲唔夠嘛？啊？係咯，一個月夠啦，係嘛？8月份喺呢度生啦，好冇？養個月。住唔到2個月㗎。通你又上去嘛？係啊。我哋要成啲風景點。4號上去，到11號落㗎嘛？係啊。11、20號落㗎嘛？係啊，11月20號上落。到20號落。係啊。有咩意思喎？Do not use screws, staples, or bicycles on any of your premises. 搭扶手電梯，最緊要握扶手，左右兩邊企定定。老友記，記住要緊握扶手啊！小朋友，請站穩扶好。扶手電梯往大堂，扶手電梯往大堂。Escalator to convent。搭扶手電梯，最緊要握扶手，左右兩邊企定定。如果覺得身體唔舒服，請搭呢。最早安全，如有身體不適，可使用升降機。喺度嘅。我等佢幾多錢？我就8通佢幾多錢？我唔知嘅幾多錢。我自己貼。一陣就貼個翠花。一陣就貼個翠花。扶手電梯往大堂，扶手電梯往